人客小郑摕塑胶盒啊，要买卵，全台湾即马卵的产量无够用。台中北屯有一间干仔店，和民众检举讲，白卵一斤70块，明显超过行情。小姐你那像唔捌来敢买呢？我无在买呢。伊讲你要卖偌济？讲你要买一斤哦，100嘛无啦，70嘛无啦。 干仔店头家讲，当时有人要甲买卵，要过伊要将这卵留互厝边头尾，所以讲才甲对方讲一斤70块。我就是不卖你们不熟的客人，你不是常客，我不卖，我也没卖他，确实没有成交。台中市经发局去稽查，确定讲无黑白价介绍，嘛无囤货，并没有事先欺骗消费者这样的一个企图啊。 那也没有联合丰台或是囤积这样的一个行为哈。那因目前蛋价这样的一个不稳定哈，所以市府这边会来积极做一个稽查。若是以1斤70块来算，10粒卵差不多86块，别位10粒卵差不多是40块。不用一早上就卖完了，差不多2个多小时啊。我们是有限量了，一个人可以买20颗了。 这个欠卵的欠到什么时阵？农委会强调讲，过年前有真侪做饼做胖业者有真侪鸡卵，目前已经协调厂商将库存的摕出来卖。另外，卖进口澳洲的鸡卵，差不多2月中旬就到货，时到鸡卵产量无够的情形就会改善啊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